拼加嘗試 YouTube Channel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除咗睇片唔非廣告、俾 like、comment、share 之外，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 咧都非常之重要㗎。懇請各位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只係10蚊港幣一個月嘅啫。加入之後啦，除咗可以每個月有會員優先影片觀看權之外，仲可以享有唔同合作夥伴提供嘅額外優惠使用次數同埋折扣。詳情可以留意資訊欄裏邊嘅公佈。新一年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繼續嘅支持啊！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咁啊歡迎翻到嚟拼加嘗試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EV 啦，咁啊今朝早翻到嚟第一個節目咧，繼續都有轉會窗啦，繼續跟進住阿仙奴嘅轉會新聞啦，咁啊同埋傳聞啦，咁啊又到禮拜六、禮拜日嘅時間啦，咁啊啲媒體咧，咁啊嗰啲嘅水分咧會比較高一啲，咁啊實質嘅進展啦，亦都唔算話太過多，咁但係咧嗰啲所謂嘅水分嘅新聞啊，嗰個嘅 juicy 嘅感覺咧就非常之多啊，咁啊尤其是咧琴日出咗幾篇嘅文章啦，例如好似每日郵報啊。跟住然之後 Football.London 啊，咁啊呢啲比較上次一級嘅媒體啦，寫出嚟嘅文章咧都好搶眼嘅，咁但係個可信程度又點咧？咁啊即刻同大家睇一睇。好啦，咁啊首先啦，咁啊先嚟睇一睇啦，咁啊第一個咁就關於呢一個嘅 Tom Canton 啊喺 Football.London 嘅報導啊，原本我哋季初都話呢個記者喺太陽報，咁啊而家再加埋呢一個嘅 SR Scollings，咁啊叫做雙劍合璧嘅情況之下，佢嗰啲嘅消息都叫做可信度高咗啲啊！啊點知一個屈尾十咧咁就離開咗太陽報，咁啊都明白嘅，咁啊一山不能藏二虎啦，咁啊結果就去咗 Football.London 嗰度做啦咁樣，咁啊最近咧亦都咁啊喺度自編自導自演噃，咁啊首先咧。咁就講到話，喂，奧迪加特咧仲有2年嘅合約，咁但係球會咧都未同佢有任何嘅續約談判喎。咁呢樣嘢咧就好唔尋常咁話。好啦，跟住然之後就開始咧個狐狸尾巴露出嚟啦。咁就話咁啊呢個嘅 PSG 同埋拜仁慕尼黑咧都關注緊奧迪加特嘅去向。咁其實純粹就想揾個角度嚟到炒興呢一單嘅新聞嘅啫。咁暫時嚟講亦都唔見有其他嘅媒體只話奧迪加特啦，咁啊有機會離開。咁點解奧迪加特同埋夏佛斯會被傳離開咧？咁樣咁因為啦，咁啊最近啦呢個 Sky Sports 啦，亦都啦喺佢哋嘅文章裏邊啦，咁就提及到阿仙奴一啲核心嘅球員啦，有機會咧喺裏邊啦，咁啊走1至2個，咁啊當中啦，咁啊合約年期得翻2年嘅奧迪加特同埋夏佛斯啦，就當然成為咗最指向性嘅目標啦，咁樣咁所以咧一連串啊呢一個咁樣嘅骨牌效應咧，就冧到落到嚟呢一個嘅新聞嘅傳聞啦。咁當然啦，你話 Tom Canton 啲料準唔準確，我只能夠講一句喺太陽報當初嗰個嘅專欄嗰啲料係好可信嘅，咁但係佢嘅轉會消息嚟講咧就一般般啦，即係等同於 John Cross 一樣，我哋信佢。喺每日鏡報嗰啲傷患報告，佢第一手一定信。咁但係你話佢嗰啲轉會消息啊嗰啲咧，就基本上啦都可以叫做接近完全忽略都冇問題噶啦咁樣。咁啊，所以有間咁樣嘅消息啦，喺琴日就出現咗。咁啊，另外啦。咁啊，每日郵報咧亦都講咗話阿仙奴啦，咁啊留意咗好多個嘅球員啦，咁啊擺出去呢一個嘅叫做貨賣嘅市場裏邊，包括咗洛哥特啦，又包括咗 Ranieri 啦，又包括咗馬天內利啦咁樣。咁啊，托沙個古仔咧，咁啊又開始咧就擺出嚟啦。咁啊表示阿士東維拉同埋班尼茅夫咧都有興趣，其中阿士東維拉嗰一個嘅咁樣嘅關聯，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關乎於呢一個嘅。之前我哋傳聞過嘅呢一個啊，咁啊呢一個嘅叫做摩根羅渣士丹傳聞啦，咁啊所以咧咁就會拉埋托沙啦，咁就去到拉埋混為一談啊，咁啊又話要揾個 replacement 咁樣。好啦，班尼茅夫又話可能揾托沙嚟到做關於阿歷斯史葛嗰個嘅交易條件咁樣，咁所以個出發嘅角度係幾 juicy 嘅，咁但係可信程度上面又真係唔多覺得太高。咁啊 Daily Mail 啦，咁啊除咗呢一篇嘅報道之外啦，琴日亦都出咗個 exclusive，咁就嚟自 Simon Jones 啊，咁就表示啦，而家咧喺國家隊嘅呢一個嘅叫做比賽當中啦，以迪勤懷斯為首嘅一眾阿仙奴球員，包括咗沙卡仔啊、馬杜亞基啊等等咧，都做緊說客，咁希望咧當中咧就游說呢一個嘅摩根羅渣士就加盟阿仙奴，咁啊呢啲古仔就越傳就越行噶啦咁樣，咁啊有冇做到或者之後嗰啲嘅叫做故事內部係點樣運作咧，就可能真係要等到球員正式揾到新東家之後先至知道真正嘅答案啦。
咁啊，到時嗰啲比較可信啲嘅媒體，好似 Athletic 啊嗰啲，又一定會出一篇嘅文章解構翻晒成個加盟過程嘅。咁啊，到時再睇啦。咁啊，而家叫做有一啲嘅細節咧，咁就俾呢一啲咁樣嘅媒體引述咗出到嚟。咁啊，所以又唔算話好大嘅進展，咁但係叫做多個花生食啊咁樣咯。好啦。咁啊，然之後咧，去到琴日嘅一單嘅消息啦，咁啊呢一個嘅Foot Mercato啊，咁啊呢一個嘅記者咁就表示啦，阿仙奴咧係關注緊韋斯咸嘅翼鋒森馬維嘅，咁啊森馬維啦喺代表荷蘭國家隊嘅比賽裏邊啦，表現係出色嘅，咁啊上一季喺韋斯咸嚟講，亦都叫做啦，咁啊踢出一個幾令人哋印象深刻嘅表現咁樣，咁啊但係啦，咁啊呢一篇嘅報道，咁啊亦都會拉埋另一個阿仙奴球員嚟講啦，咁就話域斯尼爾遜，咁因為就話森馬維啦，咁啊如果離隊，咁啊亦都真係要揾呢一個嘅翼鋒，咁啊域斯尼爾遜係佢哋其中一個關注嘅目標。咁但係韋斯咸其實琴日咧已經靜靜雞簽咗個新嘅翼鋒翻到嚟噶啦噃，咁所以某程度上面嚟講，對域斯尼爾遜嘅興趣會唔會好似報道之中想象咁大咧？呢一度我自己會覺得打少少折扣啦。咁啊至於阿仙奴係咪真係關注森馬維啊咁樣？咁我會都係覺得信任巴達啦，咁始終巴達嗰一張所謂嘅 scouting list 應該都係水蛇春咁長噶啦。咁啊至於你話而家逆風嘅咁啊，都係三個傳嚟傳去嘅啫，巴高拿、摩根羅渣士再搭埋呢一個嘅多利斯咁樣，咁所以其他嘅人選我只能夠講一句叫做再排後一啲，甚至乎係拎出嚟做炒價嘅一啲嘅報道，咁所以我又唔算話太過相信。咁但係到翻個角度嚟講，咁如果森馬維嚟到阿仙奴，又覺得點樣呢？咁樣我覺得OK 嘅，咁但係球員自己本身單打獨鬥嗰種嘅踢法會似一個喺左路嘅馬杜亞基咯，咁如果你話左路出佢嘅，右路又出馬杜亞基嘅，咁就會好多斷橋出現噶啦，咁啊啲閘位就唔可以經常攻上去噶啦，咁樣咁啊會令到個防中位嗰個嘅 workload 多咗咁樣咯，咁但係一啲比較直接啲嘅爆破嘅一啲嘅攻勢就會多咗，咁甚至乎會比而家嘅馬天內尼更加直接，咁啊嗰個嘅叫做爆破嘅叫做成功率亦都可能會再高少少咁樣咯，咁啊，但係球員本身咧，上一季韋斯咸嚟講咧，都有少少傷患嘅問題，咁啊，所以就算你話佢加盟都好，對比起而家傳嘅多利斯，我自己會中意多利斯多過森馬維嘅，咁呢個純粹個人意見啦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到嚟啦。就去到呢單消息啦，咁啊關於耶迪斯喎，咁因為咧土耳其咧就喺世界盃嗰度就早早出局啦，咁啊相信咧咁啊有啲人咧都會跌眼鏡嘅，其中一個咧可能係祖雲達斯噃，咁啊雖然啦圖呢一個嘅叫做來源啦，唔算話太過可信，咁但係佢亦都喺後面咧補翻一刀，咁就話咧祖雲達斯點解當初叫停咗阿仙奴對呢一個球員嘅興趣，咁啊因為覺得阿仙奴出價太低之餘，亦都覺得球員喺世界盃嘅表現如果踢得好嘅話，一定可以咧咁啊叫做將個價啦，咁啊嗌得高一啲，咁但係而家啦踢咗兩場比賽都冇任何表現嘅情況之下，亦都令到呢一個嘅如意算盤啦，咁就叫做打得唔響嘅咁樣，咁所以嚟緊呢一個球員嗰個嘅放賣市場價格或者係嗰個嘅去向，會唔會因為世界盃嘅呢一個咁樣嘅叫做額外嘅因素，咁啊會有所呢一個嘅改動咧？咁樣咁就值得大家繼續留意。咁當然啦，而家傳咗呢一個風出到嚟嘅，相信亦都希望啦，咁啊從中興風作浪，咁啊做少少嘅一啲咁樣嘅叫做花生啦，或者係一啲嘅轉折嘅位置啦，咁啊好讓咧球員嗰個嘅轉會市場啦，咁啊叫做有翻一啲嘅叫做緩和啦，又或者係咧可以叫做再擺翻一啲 talking point 喺度，咁啊繼續延續之後咧佢哋呢啲記者所謂嘅寫作生涯啊咁樣。好啦，今日繼續數落去啦，咁啊去到呢一單啊，又係無啦啦，琴日唔知邊度彈出嚟嘅，咁啊 Team Talk 引述就話多蒙特嘅呢個中場咁啊尼美查，咁啊據聞咧就話要放手，咁啊5200萬英鎊嘅，咁啊。當然啦，啲數據就好似好靚咁樣嘅，咁啊同時亦都係德國國腳啦，咁當然亦都係世界盃裏邊有表現，咁所以先至稱起埋嗰一個嘅叫做價錢啦咁樣。咁你一見到多蒙特嘅中場，可能身為阿仙奴嘅球迷會諗起老司機嘅，咁但係呢個世界有幾多個老司機啊？咁啊同時間啦，咁啊多蒙特近年嚟嗰啲嘅產出你都知道啦，咁啊放又貴，跟住然之後去到球會嗰一個嘅表現又真係好似有啲水水地嘅感覺咁樣，咁所以呢一啲嘅傳聞再加埋呢一個媒體引述嘅，我覺得就唔需要太認真地理會啦咁樣。
好啦，咁啊都係嗰啲啦，咁啊關於埋當拿利啊等等嗰啲嘅新聞，又話熱刺報價俾人 reject，咁但係呢啲唔關阿仙奴事啦。我亦都相信阿仙奴會好似一啲嘅報道所講，靜觀其變。咁如果熱刺之後啲必再唔得嘅，而阿仙奴真係有需要嘅，可能隨時好似再複製艾斯嗰啲 case 咁樣，一個高過你嘅價錢咁就搞掂咗，都未定過一種。咁所以又唔需要話太過去到留意當拿利方面嘅新聞。好啦，咁啊至於最尾呢單新聞咧，亦都嚟自 Daily Canon 嘅一個嘅引述啦，關於啦咁啊連續講第三日嘅湯神啦，咁啊琴日就講到話未必同阿仙奴續約啦，咁所以咧亦都引起咗兩間球會嘅注意，咁就係車路士同埋曼城兩間咧都強大嘅青訓學院嘅一個嘅球會嘅體系，咁啊會繼續關注住呢啲喺其他豪門流出嚟嘅一啲嘅幼苗，咁所以一啲都唔出奇啊，咁啊即管睇睇球員6月30號之後嗰個嘅去向到底點樣啦。好啦，咁啊，以上咧就係今日轉會窗為大家帶嚟嘅內容啦。咁啊，至於今日翻到嚟咧，仲會有集二手槍店喎，咁啊，同大家咧睇一睇戴亞比嘅專訪。咁啊，至於今日咧，應該就冇第三個節目嘅，咁因為咧禮拜六、禮拜日好靜啊，亦都冇嗰啲所謂嘅專欄啊，亦都冇而家借你個兵啊、女兵日記等等嘅節目，咁所以啦，今日暫且而家我錄音為止啦，可以安排到嘅兩個節目，咁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好啦，咁啊，節目嘅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住幣頻道嘅運作，繼續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咁啊上方有 PayMe Code，咁可以着兩打賞啦，或者 Join UB 無恥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多謝 Number 7，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 多謝 EE Shop 我哋提供訂閱者折扣優惠，詳情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佈。另外 EB 開啟咗 Patreon 功能，1個2毫半美金一個月，詳情留意翻 Patreon/EB4633 度支持下。好啦，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晏啲翻到嚟二手槍店再同大家見面，拜拜。多謝你哋收聽呢條頻道嘅節目，如果中意嘅，不妨撳一撳個 subscribe 掣，同埋撳翻個 like 掣，繼續支持兵家嘗試啊！仲有呢啲嘅影片咧，應該都啱你睇噶，歡迎點擊。